呀，那一都想看不了嘞，没给没想中奖了都。这噻，这扇子搞这扇子落得不？落得不哎，那我打棒中工子啊，得中得热了什么破？个那一都想那看不了嘞，我都是想这个得中了。落那种还不是因为落的热毛啥用？可是个，我要这种肉了可早咋？莫养个老子追，莫养个老子追，人家有我打棒中了一样肉狗，可觉得可能吗？我没得长那，我只叫么啷个好接？我开个用，我这扇子个自己自鸟用，我可以叫咋吗？看那个人小么子哈，要么就说好嘛，等到老嘞，什么个逃？蒙扇子，在啊？在不有在没上了？对，有的不子冇啥哎，有冇啥落得？哎，我要搞哎，个咯，他个用药啊，他个脑袋，他都叫上哎。我可咋的这就要去搞，他去叫人家用嘞，怎么没？我看不到招子呢。实际上最本来就是要这冇啥有的不，冇啥落得。然后我啊，到刚有的不知了，也不过一直要有，就算要有。哎，落来冇啥有的药像，有的不冇啥有的药一样。为啥子？哎，有冇啥有的不的，有的不人家在他的药啊，他哪在，他都叫产呢，有的种去咋的，有的种咋噻，有的去都咋？为啥子？我带个这种啊。哟，我咋啊？又唱歌了有，又在猫砂布，又怎么被事了有，脾气也落，我怎么尴尬？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